屬馬朋友嚟到馬年咧係本命年喎，咁本命年咧，中國傳統人咧認為犯太歲嘅年份咧係適宜有傳統嘅大喜事沖喜嘅。所謂一喜擋三災，無喜是非來，太歲當頭坐，無喜必有禍。犯太歲嘅年份如果有傳統嘅大喜事，包括住結婚、添丁、買樓，當然係最好啦。冇嘅話咧就要預咗咧係比較變化比較多嘅年份嚟噶咯。好在我哋都有啲吉星照住，有將星啦，將星係領導才能嘅星，呢個星代表住如果你做一啲武職嘅工作嘅話，譬如喺啲紀律部隊咧係相當之唔錯，同埋你嘅領導才能都可以發揮嘅。而歲駕星係代表住皇帝出巡嘅星，事業表現仍然係好㗎。要小心嘅就係一堆嘅凶星，包括住太歲、劍鋒。太歲本身呢個星咧係代表容易受傷整親㗎，劍鋒係金屬受傷。另外三刑呢啲星咧亦都係代表容易整親，所以今年咧身體健康方面特別要小心啲啦嚇。同埋同時間嚟講，如果開車嘅朋友，梗係要小心道路嘅安全啦。今年係本命年，加上刑太歲嘅年份，佩戴住屬羊嘅生肖飾物就可以保平安啦。